各位好，呢條係 Coxentech AI 前元補課版。到2026年6月21號再睇，呢批 AI 工作流信號仍然值得保留。今集由工作代理講到企業客服安全同搜尋基建，排序會由最通用開始，先係 OpenAI 同 Microsoft， 再到 Google 消費產品，然後講 Anthropic， 最後係 Mistral AI 工具層。第一單係 OpenAI，Codex 已經唔止係工程師工具，官方話每星期活躍用戶超過500萬，重點係用途開始擴散。OpenAI 特別強調，非工程用戶大約佔整體2成，而且增速比工程師快超過3倍。呢個信號非常值得留意，因為 Codex 新方向唔係只幫你寫程式，而係將報告、儀表板、專案板同小工具直接變成可分享嘅工作成果。新推出嘅 Role-Specific Plugins 會針對分析、創意、設計、銷售、投資同銀行工作，包好常用 App 同 Workflow。例如分析團隊可以問數據點解變化，再生成報告同 Dashboard。創意團隊可以由 Brief 直接生成 Campaign Board， 銷售團隊就可以拉入客戶背景、會議資料同調風險，設計團隊可以由 Live URL 反推互動 Prototype， 投資同銀行插件就更加似 Research Assistant， 可以比較公司，處理盡調資料，再變成 Pitch Deck 或投資備忘。Codex Sites 係另一個重點，佢可以將分析同計劃轉成 Workspace 入面可用 URL 分享嘅互動網站或者 App。Annotations 就係後期修改方式。你可以指住網站 navigation、投資論點或者 slide chart， 要 Codex 只改嗰一格。呢件事最大嘅含義係，界產出開始由一段文字變成一個可以協作、可以追蹤、可以迭代嘅工作空間。第二單係 Travelers， 呢間保險公司用 OpenAI Realtime API 將 AI Claim Assistant 全國部署到車險理賠。用戶唔係同 Chatbot 傾幾句就完，而係透過語音講事故、補資料，系統再接入理賠流程嘅第一步。OpenAI 公布嘅數字好直接，使用呢個助理嘅客戶有85到90個百分比可以由 AI 完成索償申報。重點唔係語音夠自然，而係後面連住 policy、事故資料、CRM、人工升級同審核，先叫真正 production AI。呢個案例亦提醒企業，下一代客服唔係換個 talking bot， 而係要重新設計流程、權限、記錄同例外處理。如果呢種模式成功，銀行、電信、醫療同政府服務都會好快面對同一條問題，邊啲步驟可以交俾語音代理。第三單去到 Microsoft Build， 今次 Microsoft 講嘅唔係單一工具，而係由 Build、Operate、Optimize 到 Secure 嘅整套系統。Microsoft Scout 係最貼近大眾嘅部分，佢係個人工作代理，幫你整理會議、排程衝突、任務優先次序同日常跟進。但真正企業味最重嘅，其實係 Microsoft 將 AI 定義成一套系統，模型、資料、身份、治理、觀察同安全要一齊行。Scout 嘅玩法係從個人工作開始，會議之前揾背景，會後生成 follow up， 亦可以幫你處理日程入面互相撞嘅地方。AI Models 同 Foundry 代表另一個方向，企業唔會只用一個模型，而係要按成本、私隱、推理力同任務選擇。當模型變多，決策就變成 routing 問題，邊個任務用重推理，邊個任務用平價模型，邊啲資料唔可以離開公司。Agent 365就係治理核心。Microsoft 想每個代理都可以被登記、觀察、限制權限，避免公司入面出現影子代理。Microsoft 將 Entra、Defender、Purview 同 Intune 放埋一齊，意思係身份、資料外泄、審計同端點政策要連住代理。Windows 365 for Agents 代表另一個實際落地位，代理可以喺隔離、受政策管理嘅 Cloud PC 入面執行，而唔係亂跑。開源層面 Assert 同 Agent Control Specification 係想標準化代理安全評估，同埋控制點應該放喺邊個環節。到安全方面 Dash 係今次最硬核嘅名字， Microsoft 話佢會用超過100個專門代理，揾真正可利用漏洞。Dash 用 multi-model 設計，仲推理模型處理難題，平價模型處理大量掃描，目的係喺速度、召回率同成本之間取平衡。再加上 Defender 同 GitHub Code Security， Microsoft 想將 runtime context 拉返去開發流程，等團隊先收最有風險嘅位置。所以 Microsoft 呢條線其實好清楚，企業要嘅唔係更多 demo， 而係一套可以計成本、管權限、追責任嘅 AI 作業系統。第四單轉去 Google，Gemini 月活已經超過9億，嗌斜線路之後 Google 講嘅主軸就係 Agentic Gemini Era。Gemini Omni 嘅定位係由任何 input 創造內容，先由 video 開始，重點係世界理解、多模態同用自然語言編輯。Gemini 3.5 Flash 就主打 Frontier Intelligence with Action， 即係唔止答你問題，而係可以執行複雜代理流程。Gemini App 亦變得主動，例如 Daily Brief 同 Gemini Spark， 方向係24小時幫你整理日程、資料同個人任務。
Google Search 方向亦變咗 ，Information Agents 會將搜尋由 Keyword List 推向可以追問、比較同處理任務嘅代理入口。Universal Cart 就係購物版本。Google 想將 Shopping Cart 變成 Intelligent Cart， 可以跨場景收集、比較同協助落單。Ask YouTube 就係內容發現版本，觀眾唔一定由標題揾片，而係可以直接問片入面講過啲乜同邊段最相關。開發者方面 ，Google Anti-Gravity 走 Agent First Development， 唔止幫你寫 code， 而係幫你計劃、測試同交付。Google AI Studio 亦加入 Native Android Support 同 Mobile App 方向，令 Vibe Coding 更貼近日常產品原型，而唔止係網頁 demo。Workspace 更新就更生活化，包括 Gmail、Docs、Keep 嘅 Voice 能力，同埋 AI Inbox。Google 想將 AI 放入每日工作縫隙。第五單係 Anthropic。Project Glasswing 由大約50個早期夥伴，擴展到約150個新組織，全部聚焦防守。新一批組織分布喺超過15個國家，涵蓋電力、食水、醫療、通訊同硬件，全部都係攻擊後果好大嘅系統。Anthropic 早前亦講過，夥伴用 Claude Mythos Preview 掃描後，已經揾到超過1萬個高危或者 critical 漏洞。問題而家唔再只係揾唔揾到漏洞，而係揾得太多之後，點樣驗證、披露、排優先次序同修補。Anthropic 提到，會向可信安全團隊提供工具，亦有 Claude Security， 用公開 Frontier Models 掃 codebase 同建議 patch。最震撼嘅一句係 Anthropic 預期6到12個月內，其他公司都可能有 Mythos Class Cyber Models， 因為 Cyber 能力本身有雙重用途，對防守有用，對攻擊都危險，所以 Safeguards 要精準，唔可以只靠粗暴封鎖。對開源 Maintainers 嚟講，下一步可能係建立更標準化嘅 Disclosure 報告，等大量 AI findings 可以更快被 triage。第六單比較工具向 Mistral AI 推出 Search Toolkit Public Preview， 定位係幫團隊建立 Production AI Search Pipeline。佢最核心係3件事 ：Ingestion 將資料收好 ，Retrieval 將相關內容揾返出嚟 ，Evaluation 就檢查結果係咪可靠。做 RAG 最痛通常唔係 prompt， 而係資料亂，將唔穩 Retrieval miss， 評估無標準 ，Toolkit 就係補呢啲 plumbing。Mistral AI 強調，呢套工具可以部署喺 Cloud、On-Prem 同 Edge， 對受監管企業或者私有資料場景特別重要。Evaluation 係今次最容易被忽略，但其實最重要。企業搜尋一旦答錯文件，漏咗條款，成本可以好高。呢單未必最吸睛，但對開發者最實用，因為當所有 App 都接 AI， 可靠搜尋同檢索會變成底層能力。整理這批信號嘅格局，第一層係 Front-End Agents、Codex、Scout、Gemini 同語音理賠，都係將 AI 放到人每日用嘅入口。第二層係 Governance， 當代理可以行動、接資料、開工具，企業就一定要身份、權限、審計、成本同安全控制。第三層係 Secure Retrieval，AI 要做事就要揾啱資料，揾錯資料就會令客服、投資、法務同安全流程一齊出事。對 Creator 嚟講，這批新聞都有影響。搜尋同 Ask YouTube 變強之後，內容要更清楚分段，命名同提供可引用資訊。對企業嚟講，問題唔係現在要唔要 AI， 而係邊個流程夠清楚，邊啲資料夠乾淨，邊個人負責最後批准。對開發者嚟講，重點係 Agent Stack 唔再得 prompt， 你要識工具、記憶、權限、檢索、評估同 observability。如果企業真係想落地，第一條檢查線係 data boundary， 代理可以睇邊啲資料，可唔可以帶出公司，要先寫清楚。第二條線係 tool permission， 代理可以開 email、改 CRM、落單或者改 code， 每一個工具都要有明確批准。第三條線係 human review， 理賠、投資、資安 patch 同客戶承諾，唔應該一開始就完全無人複核。第四條線係 audit trail， 代理做過乜，用咗邊個 model， 讀過邊份資料，邊個批准，全部要追得返。第五條線係 cost meter，Agentic workflow 好易燒 token、API、video generation 同人手審核時間，成本要一開始可見。第六條線係 evaluation set， 唔好只靠肉眼覺得好用，要有固定案例，測試準確度、延遲、成本同失敗模式。第七條線係 retrieval quality，AI 答案好唔好，往往取決於佢揾到咩資料，所以搜尋同 citation 要一齊驗證。第八條線係 prompt is not enough， 這幾單新聞都證明，真正落地係資料、工具、身份、安全同評估嘅組合。呢個亦解釋點解 OpenAI、Microsoft、Google、Anthropic 同 Mistral AI 今次其實講緊同一件事 workflow。以前 AI 產品多數係同你傾偈，而家方向係幫你做事。做事就會牽涉權限、結果、責任同錯誤成本。未來30日可以睇3樣嘢：邊個產品真係可用，邊個企業案例有數字，邊個安全框架被更多人採用。對 YouTube 內容嚟講，Search 同 Ask YouTube 變強，會令清楚章節、
準確名詞同畫面可讀資訊更加重要。對客服同保險行業 Travelers 呢類案例會被好多人跟，關鍵唔係聲音似人，而係流程完成率同升級品質。對資安行業 Glasswing 最大信號係 AI 防守速度要加快，但披露、patch 同濫用控制亦要同步加快。所以這集關鍵字係 Codex、Scout、Gemini、Glasswing、Search Toolkit 同最重要嘅一句 AI 正由聊天變成行動。最後一個收尾重點，最熱鬧嘅係前台代理，但真正決定成敗嘅會係治理、安全、檢索同評估。以上就係今次 CoxMTech AI 前沿補課。接落嚟我會繼續用廣東話追蹤 AI Agent 工具鏈同科技變化。記得訂閱 CoxMTech。